欢迎收听5月27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路得记的4章13到17节。路得记4章13到17节，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在箴言的8章35节。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寻得谁就寻得生命呢？当然是寻得那一位赏赐生命的主，我们的上帝。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相较路得记一开始，拿俄米一回到伯利恒，在路得记第1章的时候，这些妇人说，这不是拿俄米吗？拿俄米的回应是这样的，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玛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尽了苦，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不要叫我拿俄米，因为拿俄米他名字原来的意思是甜的意思。要叫我玛拉，因为拿俄米正在苦境之中，失去丈夫，失去儿子，失去一切的产业，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路得记一开始就记载了如此绝望，甚至生命遇到了苦境的拿俄米，他听见上帝的声音，决定要归回上帝应许之地的心意。他回到伯利恒，面对一切的苦境。然而当他开始寻求上帝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更是将这样的恩典不仅临到拿俄米，也临到了路得这个摩押女子。这2个人经历从祸中来转为福气，上帝不仅透过波阿斯来赎回了拿俄米和他夫家一切的产业，更是也将路得赎回，从一个摩押女子变成是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一份子，使他们一家人蒙恩惠，恢复他就像拿俄米他原来名字的心意是甜的，他的生命是甜的，他所活出来的果效是让人觉得甘甜的。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上帝透过波阿斯和路得，让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就叫做俄贝德。当他经历这样的一个祝福的时候，这些妇人再一次讲到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没有撇下你，使你没有这些至近的亲属。愿这个孩子呢，这生下来的这个孩子，路得的这个儿子，要成为让拿俄米在以色列当中得名声的。为什么这边特别这样讲呢？因为有讲到赎回了这个以利米勒的产业，也就是拿俄米夫家的产业，这也代表着这个波阿斯和路得所生的儿子也是归于在以利米勒这个家的名下所以其实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上帝透过这一个美好婚姻的结合，再次的恢复，不仅是恢复以利米勒家的名声，更是恢复拿俄米的生命。就像俄贝德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一样，他的名字呢其实是服侍仆人的意思，这代表着他将来要来奉养他的这个阿嬷，也就是拿俄米，他成为他的仆人来服侍他。在这里也特别提到像路得的生命也在拿俄米带领的当中呢，这个儿妇所做的比有7个儿子还好我们看见拿俄米爱他的媳妇，而这个路得他也是非常愿意舍身来奉养他的这个婆婆。现在他们一起归属于波阿斯，一起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接受众人的祝福，
接受众人的祝福，也接受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那美好的恢复。在这里邻舍的妇人最后所说的是，拿俄米得孩子了，而这孩子呢不仅是让他们的生命得着延续，更是让他们经历上帝的恩惠。在历史的长流当中，我们都知道俄贝德后来生了耶西，而耶西生了大卫。面对生命各样的处境，我们常常看见的是苦境，所经历的也的确是苦境。然而这苦境，当我们愿意在苦境中寻求上帝的时候，就像箴言所说的，我们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上帝不仅是赎回了拿俄米的生命，更是使他蒙恩惠，使他的媳妇路德，使他的孙子俄贝德，他们一起来经历上帝的恩惠，更是记载在历史当中。就像拿俄米名字的心意，他原来以为这个环境使他变苦，他要改名叫马拉才对。然而上帝的心意却是恢复他拿俄米甜甜的这样的一个意味，使他的生命呢再次回转，再次经历那个转向上帝的同时，也是医治跟恢复临到的同时。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不确定的大环境，我们可能正在那苦境当中，可能是生活的这个作息、工作、环境、关系正在那苦境当中，也或许我们经历确诊、经历隔离，我们身体的健康正在那苦境当中。然而面对生命各样的处境，我们是不是或者是我是不是愿意全然转向上帝呢？相信他能够全然的医治和恢复，就像他恢复拿俄米从路德记一开始我们所看到的景况，到如今他的景况一样。求神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和信心来寻求他，寻求他的人要寻得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转祸为福的上帝，你是在各样的处境中让我们知道生命的源头是在于你，那使人恢复得着医治的能力也是在于你。恳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各样的境况中，主要让我们不是看着眼前的苦境而已，更是要看见上帝你所放下来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祝福的心意。你的心意是要让人经历平安的意念，不是灾祸的意念。你的心意是要叫人寻得你就寻得生命。你的心意是要我们在你的里面蒙主的恩惠。主要恳求主你来医治，特别医治在我们当中在经历身体不舒服，在经历确诊，在经历身体各样病痛的弟兄姐妹，恳求主你也来恢复。特别在这疫情影响下，我们在信仰上主要许多的人冷淡退后，主要恳求主你恢复起初的热情，恢复起初的动力，恢复起初的爱心。唯有主你能够将你那永远不断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透过主你的爱，我们的生命再次重新得力，因为你是使我们经历蒙福的上帝。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医治我们，也更是谢谢你恢复我们，使我们活出你创造我们的心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愿拿俄米经历那转祸为福的生命，也在我们的生命各样苦境中来经历寻得上帝的就寻得生命。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